入很多信息，同時也拿走少年對少女的記憶。少年多年來知道為何為了錢殺了好多人，賺了很多錢也沒有使用，放在家中雪櫃。之後很多次當觸動到少年潛意識中的字句，少年就會無原因地想殺死身邊的人，甚至是相熟的同伴。有時他可以控制到，但他懷疑真會因此殺死朋友。第12章，程文星已經跟住係劉詩欣，後面好幾日，佢知道佢係一名心理醫生，住喺邊度，更加知道佢男朋友就係財閥的細仔李慕彤，就係唔知道其實他們相識，更加唔知道劉詩欣當年故意被囚禁，只係為找機會深入催眠程文星。第13章，程文星被警告後，沒有再跟蹤劉詩欣，不是他不再喜歡劉詩欣，但只是潛意識有一種力量阻止佢再行動。第14章，狄文傑，係時候洗牌再來過。劉詩欣一直都有狄文傑和父親聯絡，在狄文傑既保護下，劉詩欣父親一直住在監獄獨立囚室，偶然還可以出國找劉詩欣。劉詩欣的父親為咗不被懷疑和內疚，偶然還會聯絡一下程文星，叫他不用償命。可惜劉詩欣的催眠能力太高，父親根本無法改程文迪的想法。劉詩欣深知被程文星這個單純的家伙跟上的話是沒有好處，因此也沒有解除程文星身上的催眠。同樣地，因為親生母親的催眠，劉詩欣沒有和父親絕斷關係，甚至接受咗狄文傑的資助，成為咗一名醫生。第15章，雖然說成為李慕彤的女朋友是狄文傑嘅安排，但劉詩欣真心想和李慕彤生一個細路，而且詩欣是慕彤是一個挑戰。詩欣感到慕彤有些想法是自己不可控制的，另一個方面又感到自己有部分被慕彤控制。但詩欣清楚和狄文傑的合作關係，知道慕彤的勢力太大，如果這層關係被發現，自己都未必能安全抽身。起初詩欣接近慕彤只不過為調查流亡中的文迪下落，可惜慕彤始終沒有在任何透露，甚至詩欣開始漸漸將洗牌的想法加入他的潛意識入，令慕彤有一個只係識享受的副